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郭贝，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。凤头啊，是我们新创有一种农产品，摕各种的料理伫尾，不论是咸的、甜的，也是烧的、人的，都用得做、看得做个。不过啊，讲到凤头的，我们屏东万丹是当有名的哦。除了万丹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具有很好品质的凤头的。今晡日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蚳东救生农场的少年仔同陈大哥，用邀请佢哋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佢哋的凤头故事。马上来分享佢哋吧。首先来分享我们少年仔。大家好，我是屏东的九色农场小林，谢谢。分享少年仔，接下来是我们陈大哥。大家好，我是九色农场的陈阿茂。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直播哟。我先请教一下陈大哥，陈大哥，我们农场啊，第一讲是种凤头的嘛，从一开始都用系耕田嘛，好，亲像唔免的吼。我一开始不是从事务农，因为我刚回屏东的时候还是在潮州这里工作，应该是在屏东工作啦，那也是担任类似工程师的职位，可是要经常请假。带爸爸回去复诊，那常常请假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没有办法让工作很正常的运作下去，所以才会想说，干脆把租出去的田要回来，然后一开始我是开始一个人搭3分地的苦瓜田，然后自己用 AutoCAD 画整个结构图，然后输出材料表，然后去钢铁厂去买材料，自己搭网式。你全部自家在运作，安尼自家在磨焊，都错的。你自家在磨，以前磨钢铁过啊？你自己在种田的时候，在钢铁的时间有遇到某个困难吗？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农业好帮手，我们叫做。农民叫它叫做高雄农业改良场。有过2种同人天数，有去上课都做的。是，我有参加飘鸟营、农业飘鸟营，还有参加那个就是一些改良场提供的一些课程。对，那有一些基础，然后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叫做网路。你对无共样的地方不管是名路风啦，还是农改种这片，你自己去学习，然后来练习一下，渐渐的都运用上手啦。少年仔，你认识陈大哥的时间，你第一讲其他耕田嘛，还是几时间他含先过来的耕田？那时候认识认识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回乡务农了。对，然后是刚好当背包客，因为其实他那时候是苦瓜大概3分，然后苦瓜种完，其实后面还会有个休耕期，他就会把包包背起来，然后去北部玩。然后就因缘际会，我们就认识了。你第一讲其他耕田的时间啦，那时候你要结婚的时间，你有想过讲结婚人可以来到南部那边同佢下来安尼睇耕田。因为我最后一份工作在温泉饭店啦，所以他也是来温泉饭店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交集嘛。那再来的话就是，在还没有决定要结婚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已经回乡务农。所以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，所以一开始就知道说，那我的心里就有底啦，我下来就是要协助先生去务农这一块。对。你有自己有梦想讲，我自己想的耕田，耕田，因为自己冇有个经验嘛，你自己想的耕田，从实际上，加本身那个只要下到屏东来的时间耕田，有冇个冇共用冇？冇共用，国泰呢？真泰冇共用，应该另外讲，因为其实我是台北小孩长大的，所以其实我对坪数本来就比较没有概念。那时候茂哥其实有讲一个很经典的话，就是一个人孤单不如2个人孤单。那时候在北投冬天感冒是正常的，因为很冷。那他就一直说屏东的好山好水好热闹，然后有漂亮萤火虫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好山好水很漂亮啊。那你就回来屏东又不会感冒，身体又会养好。他一直有诱因，那最大的诱因就是我就会让他说，哇，那我已经30岁了，那可是回来屏东，我怕我可能会没有办法，譬如说收入，这个是女生最害怕的一件事。
那我们就协调，就说好，那他有自己盖网室嘛，苦瓜园3分，那他其实后面的话也有就是种水稻跟红豆，那时候是3甲，那他就说，他3甲，他就管理3甲等于30分，那小林呢就只要管理3分，所以面积很小，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做，然后出重的他来，然后轻的我来，然后我的听听。当姑娘就觉得也不错，有没有？听起来好像我赚很大，因为我只有3分，他只有3甲。然后就在下来，真的就是到了屏东，然后到了网室门口，那个帘子一拉开的时候，哦，真的是完全是愣住，不知道至少有2分钟就会原来3分是这么的大，然后我必须跟他培养感情。哎呦，真那个，你都按你拐小林姐按你拐下来呀？应该也不是说拐啦，因为我是去台北的，应该说去台北玩，然后认识他了以后，我发现说，这个台北很像。虽然我们之前都在台北工作啦，可是看到她要变成我女朋友的时候，觉得台北这种冷的天气好像不是人待的。那我就跟她说要不要来屏东？啊，这样子你这有薪水，那你干脆来屏东，每个月我也付你薪水。等于是有点像是协助生产那一种角色，只是说他是挂着女朋友的方式，女朋友的名义协助我生产这样子。其实按你也错啦，就是讲两公婆可以穷他打拼吼，2个人一起打拼嘛。真是像你这样来到屏东之后，真是感冒，讲唔会感冒的吼。倒是真的。屏东的天时贵好，不光喺冬天，热天拢真温暖啊。真的就温暖。系啊，不过两位睇穷下嘛，睇打拼的时候，因为两位拄好有无嘛嘅，以前有无嘛嘅农业嘅经验。虽然讲陈太哥嘅时间已经港田一段时间嘛，已经有一段经验了。唔能睇。互相睇工作嘅時間有發生乜嘅講，少年姐冇乜嘅經驗，結果陳太講唔會去搞佢嘛，然後講有發生比較讓你們印象深刻嘅事情嘛？當下來嘅時間，應該這麼說，因為工程師出身的你也知道有很多的 SOP，所以我就負責聽話做事，然後他會告訴我要做什麼，譬如說蔬果或者是藤苗要把它做處理，或者是一些小細節。那其實就都還好。那如果是小趣事，就是比較小故事的話，應該可以分享我大女兒。因為妹妹她是入門系，所以其實我們下來的時候是以結婚為前提。那妹妹那時候，我坐完月子我就背着她去網室，因為還是要疏藤蔬果。那蔬果的時候，你就會不敢把它放在家裡，因為一個人，妹妹只有一個人嬰兒。然後如果你帶到網室，它那個雖然有塑膠棚，可是你還是會擔心有如果什麼突發狀況會來不及。所以我都是背着。那妹妹4個月的時候就很可愛，就是我在前面蔬果，我在前面忙，她也在後面忙。那蔬果完之後回到家，然後就把它換那個尿布，把包屁衣打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妞妞就很可愛。她就是我前面蔬果，她也在後面蔬果，可是她的蔬果是漂亮的苦瓜花，然後跟葉子。那蔬果的用意，其實苦瓜蔬果用意就是它有分 A、B、C 等級，越直的是 A 級，它賣的拍賣價就越好。然後如果是彎的，你必須把它裁掉，然後把它淘汰，你才可以把自己的價位把它balance 就是會比較高一點。那妹妹她蔬果的就是 A 級的，所以我就回來問茂哥說：“茂哥，你女兒把 A 級的都輸掉了，她是 Polo 級，她是專業的。那我們可能要2夫妻討論一下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要做怎麼去配合，才不會影響苦瓜的價位。”哇，當然談風來啊，陳太講，小玲姐，你的摸也真是冇簡單的，萬歲歲應該含8噸的喲。你先不先苦瓜，冇 A 不是特好的，佢含冇哦，馬上都會拿個 A 級，真是懂厲害。不過按你談風來啊，陳太講，你的農場更加都帶含有哪一類嘅農產品，有種哪一些呢？其實我們之前嘗試的方面蠻廣泛的，就是說有種苦瓜，後面又種有機玉米，還會種紅藜，還會種一些比較
类似当地蔬果之类的啦。可是后面会渐渐的找不到工人。因为我太太又要照顾小孩，渐渐大家都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劳力来支援我，所以说到后面我就渐渐往机械化方面发展。如果先讲那一条的农产品可以用机器机械这种的来输送嘛来运作，就会比较方便。那你能这个可以做机械化的部分，更加还选择哪几种的农产品？可以，目前可以机械化的就是属于一个杂粮类、粮食类，就类似我现在生产的白米、黑糯米，还有黑米，还有我们所谓的红豆、红梨，这些都是可以机械生产。按你传统的耕田的方式啊，同这些机械化的方式来讲，两者有冇个差别呢？我们这样来说好了，因为现在我们的工资也比较高，那又碍于一些就是从事农业劳力输出的，一旦是他的时间上的时间如果超过3天或是1个礼拜，你必须要帮他投保劳保。这是一个对农业生产来说蛮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说后面我会一直想说，如果是说我们要长期性的雇工，很难。我们都是短期性的雇工比较多，可是短期性的雇工，我要负责他整年的劳保，我觉得这个压力太大。他的成本都会很高，它成本会非常高。因为我们并不是很大的田区，而且很多设施在轮番运作，我们只是单一小块田区，而且我们的需求劳力是很密集性的，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而已。可是你会发现说，我很多钱都一直花在这一些小时间点的这些劳力支出，我们老实说，我们赚不到钱。我说安尼用机器之后呢，同传统的比方来，俺的成本可以降低更多，你这个能可以用最少的人力来管理最大的面积，安尼嘛吼。对。哇，观众朋友，真是陈太哥给人厉害呢，两公婆穷下大表，为到讲方便，可以两少的人，两啥都可以来管理安泰田、安泰农场，给人用机器化来管理哦。不过除了用机器化管理之外，其他的农场里边还有乜嘅特别的呢？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后堂的故事哦。安尼细细一本冯头堂啊，嘅后辈的故事啊，很轻多呢。到底还有哪条辛苦也系感动的故事呢？继续来请教陈太哥同少年仔咯。陈太哥，头头有讲到后辈的时节，为到爱生产一条杂粮啦、冯头的用机器来耕种嘛吼。安尼我想请教，我有听过讲，很特别为到一条冯头的，这个是设计啊，也系讲研究出一个特别的机器系咩啊？在红豆种植这个部分没有。我刚回来的时候很好玩，我刚回来的时候种红豆内裤是湿的啊！妈个呀，迄钢铁还在搞水啊，因为全部会湿很哦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原始的一个种植红豆的方式都是撒播嘛，人力撒红豆，就是用背负式的那个撒肥机去田里面撒红豆，然后撒完以后，我们再开着中耕机去田里面做覆土。可是中耕机并没有那么好开哦，中耕机你要开它虽然自己会走，可是你人还是要推所以一边开一边推，然后内裤就是整天都是湿的，而且每天灰头土脸。你轻松的人更加好讲去健身房运动用，因为在钢铁的时间完全不用去健身房，重训啊，松的难怪俺的体格安好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。应该说啦，比较想说去追求一些进步的人，因为我是科技产业退下来务农的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说，我为什么要种那么累呢？再种下去我可能会离农了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找厂商，然后去找一些设备，甚至去找机器。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就先找种植红豆方面的设备，然后再去买一台大型的曳引机来拖这一套设备。然后从有这一套设备开始呢，
我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然后我还会吹冷气吹到感冒。安尼从安尼想象，印象底杯吼，个港铁的时阵，印象无嘛汹涌的呢，还可以吹冷气，坐啊台个机器底杯安尼吹冷气，不过个要讲机器其他特点是在哪呀？也不是轻松，一开始是这套机器拿来种植红豆，老实说，它还是有很多瓶颈存在。那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就要不断的去改善这个问题，让它更可以从事这个农业形态的生产。像是我现在的直播机，就是说我刚拿到的时候，老实说，那一年我拿了将近快8公顷的农地，失败重来，失败重来。哇！唔讲失败吼，其他个失败喺田内。对，它一开始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想说，它可以种得很漂亮哦，没有这一回事，它就种得哩哩啦啦，零零落落的。安尼全部其实从你用人力下些某平庸都讲，其实机器一开始都也冇安好嘛，其实弄的时候也是歪歪斜斜啊，冇用到给引的啦，某种种豆嘛给，其实你经过青豆的试验，才有现在这样子一个成果啦。我们现在在红豆产业啊，在种植方面的机械化真的已经很完善了。像是今年种红豆才短短的半个月，我们就把整个屏东南部地区将近快3000多公顷的红豆田全部种完。你可以按照是因为用的机器嘛吼？对。用机器可以很方便，一下都头讲1多公顷啊，3000多公顷。哇，青苔面积呢，很恐怖哦。安尼真是传统咱的农业有在进步啦，就是一直在进步了。相对性的，就是现在投入机械生产或是机械代耕的这些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可是相对。另一方面，我就觉得我很像快失业了，因为一开始大型107器在种红豆，我们是最早的，然后到现在本来我们一季红豆种植的时间将近快1个月，可是这1个月我种了快60公顷，可是变成15天，我可能连20公顷都很难，就有安尼的差别。不过也算一种进步，可以。农业的进步就会安尼啦，不断的去想办法，大家去调整，或者是去研究新的方式。不过讲都是采发港中的方式是一种，不过港做的品质又是一种，因为调到因拿顿也味红豆汤，清香调到更香啊！哇，觉得还迄先来适宜行人一个红豆汤，顺便继续来抢购这轮子，能更加种的红豆啊，是哪一种品种啊？因为做红豆的红豆汤安香喏。哪一红豆台湾的红豆有3个号码，8号、9号、10号。那3个品种其实它都有不一样的风味。那10号来讲的话，其实它皮比较薄。那你其实它因为我们是晚熟，因为我们是无落叶季，我们大概采收前1个半月到2个月不喷药，所以它是晚熟，你就吃不到红豆的豆涩味。那我今天的煮法比较特别，我是用焖烧锅。好吃的红豆，它第一个新鲜的红豆不用泡水。洗干净你就可以煮，然后第2个的话是因为一般来讲我的600公克我是把4 ml 以下都筛选掉，所以煮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大颗还没熟，小颗变红豆沙，然后或者是大颗熟了，小颗的都还是沙沙，口感会影响，平均力尽，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一致，大家小朋友也会比较喜欢，然后小朋友喜欢的还有一个是没豆涩味嘛，那我可以分享就是。新鲜的红豆又是10号9胜鲜红豆，它要怎么去用大同电锅？我们台湾最棒的就是家家户户一定有大同电锅。天博的清风边啊，上面可以蒸蛋，可以炊鱼，什么都有嘛。红豆汤其实很多人都会，我喜欢吃红豆汤，我也喜欢买红豆，我不会煮怎么办？这个是大家都会害怕的事情，包括我之前还没结婚之前，其实你说红豆汤要怎么煮，我也不会，我可能就是北投工作很冷的时候，我去外面买1碗回来热热的吃。可是平常要吃呢，大同电锅去可以帮我们，你就把内锅1杯红豆5杯水，外锅1杯水，跳起来要记得不要急着把盖子打开，让它焖30分钟。焖完之后
在外锅，内锅不动哦，外锅再1杯水。第2次跳起来就可以加糖。哦，要煮2摆。2次，2次，然后红豆真的要吃到那种粒粒分明。记得用焖的，还有加糖的时候，其实不要用汤匙一起去搅它。哦，无紧落去，嘿，反应下就好诶。对，或者是说，其实如果要加糖，还有一个小秘诀，外锅再加个半杯水，第3次，对不对？因为大红电锅有个功能就是隔水加热嘛，它自己就融化了。哦，咁你自然用下都好诶。对，清爽片呢，而且红豆的皮比较薄，不会像我们一般吃到都是。给小朋友喝，妈妈我汤喝完了，红豆粒还你。最强的都讲哦，说个凤头有冇可能磨落去啊个皮吼含清，咁样嚟讲啊，才唔痛哦，轻快安尼吞下去。不绵密。小朋友啦，老人家可能最强的都安尼。对。哎呀，看到讲，你还有做毛姜嘅凤头嘅产品呢，可以同人哋了解一下冇？中也系凤头的吗？系啊，乃是凤头的哦，而且里面一般现在我们都在推紫米。那紫米来讲的话，它有丰富的那个花青素嘛，然后跟膳食纤维。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饮食都越来越精致，所以我们其实还蛮注重膳食纤维这一块。那花青素也是这几年一直在推广的。那我们的紫米其实跟屏东比较特别，碾米厂不给你碾紫米，因为大部分高屏区还是以蓬莱米，就是白米跟糙米为主。可是紫米它算是有色米，所以如果真正要碾的话，我们是要到嘉南平原嘛？没有，要往台中以北。台中以北才会碾嘛？对，可是其实你光是运输成本是提高的。所以我们是自己就在投资一个妈妈乐的碾米机，自己碾。那我们的口感就会跟别人不一样，就是一般来讲可能会比较偏硬。那阿茂他是把它碾3次。所以如果你是用电子锅，家里面有电子锅，用糙米模式，第一个不用浸泡。第二个水的比例就是1杯比1.2的水。然后用糙米模式煮，它就米心就会透。难怪哦，看到有个。中诶，你看，哇！嗰度全部喺鳳頭，原來還有加嘅那紫米、紅挑味，還有一樣很重要哦，客家麻糬。糍粑哦，嘿，好食好食嘅喲。觀眾朋友，來看一下，人家平常喺種嘅地方有亂黃啦，其他今年地方唔咩哦，喺包嘅喺糍粑呢，我都想講奇怪，用一啲泡泡嘅到底係乜嘅東西？安尼個米絲應該清好，能試一下看下先呢。其实如果是看到很切面的话，我们的粽子下面是不是你还会看到红豆粒？一粒呗，对，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叫限量版啊。我们常常会去，其实如果认识我们九盛农场，我们比较会常，譬如说在台北的希望广场、世贸展，甚至总统府，或者是比较大型的，包括百大精品展。那因为台湾的10号，像目前只有我们种，那我们都所比较叙述的是希望能够安心安全这一块，所以独特性也比较高，所以农委会他们就会邀请我们去跟大家做分享。那这个也是限量版的，就是说外面它虽然是完全用蒸的紫米去蒸完，中间我是用红豆沙炒到干，可是它的红豆沙还是会有一些红豆粒，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不一样。那客家其实最有名的是麻糬，糍粑，它的口感是跟我们外面不太一样，所以待会你糍粑可以是看到拉起来的那个。大家看到先，有个黑糍粑唔係起司哦，你看哦，感觉像起司一样。你看，哦，快棒了，真是，是海盐世界的有个米丝，还有凤头的米丝，真好吃，口感有清甜片呢。而且它虽然是甜的，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不腻？跟我们在我们市面上吃到的，其实台湾很好玩，红豆，不管是北中南，我们都会偏甜食去发展。那可是如果是南美洲那边，其实红豆他们是主食，他们是咸的。其實鳳頭嘅青豆嘅頭都有講嘛，就不管係社會人嘅甜嘅係咪，其實佢都可以用嘅，就清好用嘅清好式嘅一種農產品咯。對，
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看，已经是来两个好食的凤头料理，等一下还有更多的故事哦。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。前面是按好食的凤头中的，你看是得到面的香味同凤头的香味。哦，里头的推广啊，也个按好品质按好的农产品。这年仔今年应该还有其他的推广方式吧？继续来参考今年。这年仔，听讲啊，唔能含里头的推广也个凤头的，唔能特别去成立一个品牌哦。嘿，冇错。为了红豆品牌的话，其实我跟安茂其实也有先讨论过。那一般来讲，我刚刚从台北家来屏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妹妹又是入门席，所以当新手爸妈会有很多的支出。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去 cover 家庭的开销？那我就会跟他讲说，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那我们可不可以拿一小部分先做品牌？那我们就是且走且看，看有没有这个市场，就像试水温一样。那我还是会跟安茂坚持说，那我们就像，因为你是工程师出身嘛，那我就是一般的员工咯，那我就跟你打契约或者是什么，就是我跟你契作，你的红豆或者是你的产品，我来帮你卖。那但我还是会坚持，目前卖的东西还是以安茂种植为主。那安茂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公，他就是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他愿意做聆听。譬如说，其实我刚嫁回来的时候，红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10号。没有。对，那时候刚回乡的时候，其实是8号跟9号。那在第一届百大青农刚好也很幸运，就是安茂当选。所以农改场那时候他就是有10号出来的时候，他会希望你安茂他又是高屏区的第一个杂粮的百大，那他就会把特殊的品种请安茂去种，结果我就吃完那个惊为天人，就是原来10号真的口感会跟8号、9号还是有些许的不一样。那有些观众会觉得，其实我红豆都是吃这么多啊，我品尝不出来。关机一道好吃，后来就会凤头的米线嘛。对，那一般来讲，在日本他们16岁其实有个成年礼，它是半熟的红豆跟生米一起煮。如果是台湾基本的8号、9号，其实它就不适合跟米饭煮，因为它会有那个豆色味会比较明显，而且它皮比较厚，所以你会吃到那个皮膜。那10号的话，就真的就可以跟半熟的红豆，就是我们刚刚分享大罗电锅真的很好用哦，你就把它煮一次，跳起来叫半熟的红豆。可是要记得水会发酵，所以水一定要沥干。然后用米杯半杯把它放起来，放冷冻。职业妇女回来没时间煮饭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半熟的红豆跟生米一起用电子锅煮，打开就很好吃的红豆饭，补血又补铁，然后又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然后你再去炒菜、煮汤，家里就可以丰富的一餐。这个是最简易的方式。那再来就是说，10号是我们九胜农场是独特的。其实还有就是在2-3年后，147开始推出来。其实屏东一开始也不是种高雄147，屏东还是我们是以台南11，就是我们自助餐常会看到的。可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冷饭会有一个胶水薄膜。我有个膜太假，你冷迄个时间顺后，我有种个纸腔用泡泡的个膜。泡泡小朋友尤其是1岁以后，是不是都会跟我们大人一起吃饭？他就会觉得妈妈那个硬硬的我不爱吃。那结果就也是因为百大青农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也是种到147高雄147的芋香米。芋香米它带一种淡淡的芋头香气，可是不是火锅的那种芋头很浓郁，它是一个清香。真的吗？真的有？你可以试看哦，我今天刚好有煮哦。亚给吗？嘿，我今天煮的是胚芽糙米。一般我们看到的糙米是不是都硬邦邦？因为有糠层。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说，其实碾米厂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是碾米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碾2次。按你批红的亚给米真是有失败给芋头的香味呢。可是它不是那种很浓郁，它是清香。你试看到跟我们一般吃的糙米的口感有吗？没相用。OK， 有的嘛吼，真的是还有跟有的米是皮都有，是还也有啊，是还真是均匀，
嘿，不是超轻球都可以吞下去的呢。你会不会一般我们吃糙米的时候，通常家里面谁不吃？老人家，因为还有小朋友，还有最主要的男主人不吃哦，因为口感不一样。可是我今天其实也是用电子锅煮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会觉得它是糙米吗？真没嘛穷呢。以前俺能吃过的糙米啊，真是超清楚。有的时间吃饭赶时间的时间啦，有时会卡到，实在太多的时间会卡到呢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通常如果是因为北部，其实我们都会步调会比较急凑，所以北部的胃都不会说多好，因为我们的生活步调不像屏东这么慢活，轻紧走。所以你如果吃全糙米，你的胃可能啧，就是会不太舒服。那如果把它碾制2次，其实它符合大众，然后我们又可以符合所谓我要膳食纤维或减糖淀粉，这个都是可以的，也可以营养含油啦，吼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白米，当然是大家都是最爱的。可是像日本，他们其实都比较喜欢吃冷饭。你刚刚其实有点微冷，你有没有觉得它跟我们一般刚刚说的薄膜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？其實啊，頭先我哋食一個飯嘅時候，糙米雖然講佢清好，炒烘落也含有保持嘅其他嘅 Q， 又唔會清硬。食烘落嘅時候，嘅米土啦同嘅口感真是鬼好，同一般嘅人食的泡麵啦，也係講糙米冇嘛共用呢。對，而且它更可愛的是，如果是要有小朋友，小黃瓜，把它切絲、蛋絲。然后把它包起来，小朋友就很爱吃的那个寿司啊，对，寿司。所以小朋友要吃是我们最主要的，因为小朋友他们都会这个蔬菜不吃，这个东西不吃，米饭一定都会吃。不错，成立品牌之后啊，就凤頭的啦，同有個高雄147啊2種米同鳳頭的作為最主要的推廣嘅農產品嘛。是。你除了頭頭有食得種的啦，同鳳頭同，那韓國同人根本有帶來青島嘅包裝，有個也係品牌之後長設計的嗎？應該是說如果是成立品牌之後，其實我們包裝換了好幾版。那後來的時候就會，其實我們一開始必須克服的是。我们红豆如果600公克比较常看到，因为以前大概都是500公克为1包嘛。可是你有看过那种600公克1斤包米的吗？冇。印象中卖场。大部分人看到的都1公斤的、3公斤的，也要做最大包的那种的。对，那我们的米其实在一开始是我们最困难点，就是我们包括去北部展售或者是南部展售的时候，中南部展售他们会说。你的米太小包了，我一下就吃完了，而且这样单价就会变比较偏高。那其实147它是在台湾是个特色米，全国米质比赛它是常胜军，像去年底是不是？去年的全国米品质竞赛啦，是我们产销班的班员拿到全国第1名。哇，其實不但像係鳳頭嘅連米啊、安利可含得到嘅比賽冠軍呢。其實我們在屏東，在我們的產銷班班員，大家都很努力。然後只要是比賽，其實那個飯鍋一次都把它打開的時候，整個教室全部都是那個米香。可是它因為比賽，它會有很多的，譬如說麥香啊、十味子啊、種種之類的。那在147，剛剛是不是有一個芋頭味？其實在1公斤或3公斤，其實我都不建議，因為你打開之後會放冰箱，水分跟香氣其實會慢慢遞減。那我們的是1台斤600公克是4杯米，所以其實你打開的時候，只要是硬邦邦真空包裝，你可以放常溫。那如果打開一定要放冷藏，因為我這個是完全就是安心安全的產銷履歷的產品，包括應該這麼說，台灣其實比較潮濕，雜糧我還是會建議打開一定要放冷藏。那你大包裝，我們冰箱已經放很多東西了，所以我們也是考慮這個因素，然後再加上米是147，然後紅豆是10號，10號紅豆如果打開不放，9勝農場紅豆會長蛀蟲哦。要先跟你們說，因為其實甜鹽的冇沙油給對，它就是晚熟，而且它採收前1個半月到2個月，所以它必須就是真的要用冷藏去保存。不論係農辦。
强开变到都市地步，迄水安全也最好的。真的。你看适合的品质好的买品质好的啊，或者强开可以是咧把强开适合的去保存加个好的米线，或者是用密封罐。因为密封罐第一个它不会吸东西，包括紫米也是，紫米你就包括白米、胚芽糙米、紫米或红豆，密封罐放在里面。第二个就是你的罐子不用越买越大罐，你就是打开才要放。对。不过头到唐少年姐同陈大讲，咱分享的时间有免到讲，你有去参加个市集嘛？吼，有去走去台北，叫做台北咧个年下同南部人咧年下，佢能看到人咧品牌啦，也係講看到有啲農產品嘅時節，佢能同買之後，佢能又同回饋用別人講，南部嘅風頭嘅真好食，同人哋也邊買冇共用嘅，會按你講冇？我覺得最主要回饋是在我們第一次去希望廣場，然後我們一定會做試吃，除非是主辦單位建議現在不做試吃。那做試吃的時候，他們就會人都會比較直接嘛，就是先聞，先看，最後才會覺得我要不要放在嘴巴。那就會覺得，怎麼跟我之前在雜糧行或者是賣場買的紅豆不一樣？他就會有信心。然後再來，你再跟朋友或者是客人分享說，可以用簡易的煮法。我們的胚芽糙米又不用浸泡，你只要電子鍋用糙米模式吃，想像白米。那如果客人來，可不可以用白米模式？時間比較短，可以，它會比較 Q。然後水分就是1:1.2，或者是白米1:1.1，可是會有斟酌，因為每個人喜歡的口感不一樣，就是水遞減會增加，對，就會去做烹飪。哇，真是無簡單的兩味吼，兩公婆強下哦，佢都南部嚟一片強下嚟打拼，真是一件挺難的事情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你看今日啊，哦，陳大哥吼，少年姐，今日為了生產好嘅農產品，今日按用心，哦，唔單止吼，個用心喺管理，也生產研究，樣板可以用最大嘅人力嘅成本，哦，用機器來幫助生產好嘅農產品，真是一個用心啊！特登人能強下來去學習喎，也希望大家強下來支持人能台灣安好嘅農業。再一次感謝兩位吼，帶來安好嘅農產品同安精彩故事哦，感謝唔等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，歡迎如果來九盛農場，先跟我們預約，然後可以找得到我們。那我們去北部展售的話，歡迎來認識我們。謝謝，謝謝。